知名 YouTuber 理科太太以独特表情和说话语气，加上开场白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仅半年时间累积近100万的追踪用户，而他昨天2日卸下理性面具，感性的讲述育儿理念，表示自己想用不是那么大人的眼光陪着他儿子成长，让不少网友相当认同。看说真的，现实会逼着你长大。理科太太昨天发布影片，以褪下成人面具，再回到你怀念的童年为题，指出当妈妈后不禁让人想到，每个大人都是从小孩变成，但成为大人后，以前小孩的自己一点一滴不见，而他也现在正重新向他儿子学习，对所有事情都保持好奇心，重新再认识这世界，希望能以不是那么大人的眼光，陪着他儿子成长。理科太太也认为，小孩做事不一定要追求有怎样的结果，只要过程中小孩觉得好玩，他能陪着小孩探索就够。而在亚洲的教育体制中，常专注于学业，往往忽视孩子的艺术和创造力。但其实创造力不仅在艺术层面上，像是新的商业模式、新的想象、新的开刀方法，这些都需要创造力与创新能力。且世上还有很多学校没有教的事情，等着孩子去探索、学习，应该多鼓励孩子利用感官去认识、探索世界。接着，理科太太也访问知名沙雕大师默多克 Dale Murdoch。默多克曾被很多老师认为无法集中注意力，因为他没办法停止在书本上画画，需要透过视觉表达自己，更能记得别人20年前穿过的东西。但利用这样思考方式，他成为知名的艺术家。而默多克也鼓励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孩子，只要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如果是有艺术性或科学性的东西，或许当下看不到价值，但持续投资心力在自己极渴望的事情上，总有一天会被人看见并发现其价值，也能在喜爱的事情上越做越好。